我人身安全受到威脅。小學2年班常識科課題嘛，保護自己身體嘛。我唔拱低佢嘅話，佢就會不停揾人知嘛。冇人知嘅，得我自己我知㗎。無啦啦嘅話，你會俾人鬧啦；無啦啦嘅，你會俾人滋擾啦。癲婆！3、2、1，heads up醒你，一下寸勁。請問小學常識堂有冇教過 ？One punch hit one， 一秒決勝。真好啲咩？點解我冇地傾？細路大眼睇路，這裏我將領域展開。我係要舉高右臂頂這手距離，離不慣咪當構成襲擊責備細路，盲目地求得邊走邊玩機極鬼氣。邊度有人用手機用得唔易啊？即使白雲的學生在四方八面，我手臂教佢步行望返正面。我係每一刻就緊握初衷，不理一切指控，你撤退我照衝。3、2、1，發覺光明正大，打個痛快。死開啦！阻佢住晒，食我呢一拳啦 ！Justice 執行，我打橫行。行過嚟，共享單車，受死啦！幾號你會知道？旅館要收費換架車代替幾號，我就知道。要對抗快已被鬧就要撞單車。我係要舉高右臂頂這手距離，離不慣咪當構成襲擊責備細路，盲目地求得邊走邊玩機極鬼氣。邊度有人用手機用得唔易啊？緊握那像是半垂直吊的拳頭，我出發你咪再行，最好探頭。我係每一刻就緊握初衷，不理一切指控，你咪掂我最好。